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12月初5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。以西结书36章第24节到28节。马可福音11章27到3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石头同款定的心嘛吼。咱看伫耶稣的时代，遮法利赛人其实因的问题无介大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因的心真硬，因无愿意改变，无愿意受改变啦吼。因总是爱挑战基督的权柄。因的问题真简单，因讲什么人互你权柄？这莫怪讲因甲当初时的犹太祭司、经学师共款，时常目空赤。因做一个来迫害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军队者，甚至到伫保罗咧宣教的时代，保罗所受到的迫害，拢总是来自于即个犹太人。互犹太人甲耶稣基督相款的即个名义来甲伊送去互官府，就是政治犯，受掠来受害。咱伫马可福音的即段伊记载内底，看见法利赛人挑战耶稣的权柄，因问耶稣讲你用什么权柄行遮个事？佮之罪互你遮会权通行伊啊？其实，如果因若真正用心在问道，因只要用诚实来面对遮个代志，相信耶稣基督袂甲因为难啦吼。但是今仔日咱看见因的心并毋是安尼啦，因并毋是要真正要来追求即个真理的道路，会通讲因是一阵政治化的宗教团体。因惊人民，因讲若讲对天，伊要讲安尼，恁啥事毋信伊；若对人，因就惊百姓，因为众人实在掠约翰做先知。当初也毋是啥物款的民主选举制度，是安怎因惊人民呢？好啦，亲像咱头前所讲的，因已经是一个政治化的宗教团体。因惊人民的抗议会带来扰乱，也会动到即个罗马的军队。咱知影伫当初时伫耶稣时代，伫初代教会时代，罗马政府伫统管的所在，基本上上界无三个团体。第一个咱知影就是讲宗教团体，亲像犹太教安尼。虽然因有即个信仰的自由，但是爱受到地方官，就是伫犹太地就是昏王的王希律，以及即个罗马的巡抚，咱讲毕业岛的监督。因只惊人民若是乱，罗马的军队就会入来，找着借口入来耶路撒冷城。这项事就发生伫主后70年。耶稣咧讲，你看即个殿宇，我实在甲恁讲，将来遮无要有一块石头留伫另外一块石头，拢要拆毁啦吼。这是伫马太福音24章第2节耶稣所讲的。这是为什么？这犹太教徒法利赛人心内真硬，亲像石头共款，因无愿意悔改。无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，基督的救恩。其实因真正毋捌吗？照讲吼，因的宗教背景来看，因一定捌的啦。因为对先知书、对上帝的预言、上帝的应允，因应该是上捌、上了解的。但是因的心内却宁可来公义，无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事实。
耶稣基督也真记住吼，伊安尼甲因回答讲：恁无爱讲，我嘛无甲恁讲。以色列先知的预言是咧讲着以色列人将来要归回，伊要再度去进入伫迄个应允之地。但是上重要的是，因必须爱被改变，因的心中的偶像必须爱被除掉，然后领受上帝所赏赐互因的新的心、新的灵。因的偶像当然是指着因所得罪上帝的事，外邦的神明是因所敬拜对象。因为因对上帝失去服从的心，因离开上帝远远，然后就被掠。如果若要归回呢，就爱改变迄个得罪上帝的行为甲生命。所以必须要领受上帝所赏赐因的新的心，用新的灵踮伫因的内底。心袂通公义，若亲像石头一样，就爱柔软，互上帝来改变因的生命。好，咱搁倒转来伫马可福音咧讲法利赛人，因无接受耶稣基督，表示因无接受上帝的旨意甲上帝的应允。那安尼，牧师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一项问题啦。伫耶稣时代的时阵，伫马可福音即个背景的时阵，法利赛人因的偶像是啥物人？还是讲，伫法利赛人伫即阵法利赛人的心目中，啥物人的地位悬过上帝伫因心内底的地位？迄个就是因的偶像。牧师直接无要讲答案吼，咱家己来想。咱呢？咱是毋是心内有够柔软？敢有啥物代志伫咱的心内，还是啥物人物，还是啥物物件，伫咱的心内的地位悬过咱所相信的上帝，悬过咱所倚靠的基督？是毋是咱需要互上帝的圣心来改换咱的心，互咱有新的心、新的灵伫咱的内面，互咱无搁再公义？求主来帮助咱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的12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到第13节，以西结书36章24到28节，马可福音第11章27到33节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石头般的心。法利赛人的问题其实没有很大，他们唯一的问题其实是心理刚硬，他们不愿意改变，或者是说他们根本不愿意被改变。他们总是喜欢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他们的问题非常简单，他们说：谁给你的权柄？难怪他们会和那些犹太教的祭司啦、经学士啦，他们这样一伙，同样的常常眼红。他们就一起来迫害耶稣基督，还有他的跟随者。甚至到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，他所受到的迫害，其实都是来自犹太人。保罗跟耶稣一样，被犹太人用同样的名义，就是政治犯，去告他，让他们被抓而受害。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挑战了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他们问说：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呢？其实如果他们是真心问到的话，耶稣基督一定不会为难他们的。其实他们的心根本不是为了要追求真理的道路，他们可以说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宗教团体。他们害怕人民，他们说：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？如果我们说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他会说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？
如果我们回答说从人那里来的，恐怕人民会对付我们，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。当初其实也不是什么民主选举的制度嘛，那个是集权的时代。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怕人民呢？就如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，他们是一个政治化的宗教人，或是说宗教团体。他们生怕人民的抗议会带来社会的动乱，会导致罗马的军队就找到借口可以进来。我们知道当时候的背景，在罗马统治的时代，犹太教是属于在地的宗教团体，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宗教组织，有自己的信仰的自由，但是仍然是需要受到地方官啊，比如我说犹太地的话，就是分封的王、希律王他们来管理。以及罗马的巡抚以及军队，像比拉多他们来监督，他们就怕人民一动乱，罗马的军队就有了借口可以进到耶路撒冷来。其实这件事情在以弗所也发生，这件事就发生在主后70年，如同耶稣基督的预言所说的：“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。”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2节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因为是犹太教徒法利赛人，他们心里刚硬，像石头一样，他们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，基督的救恩。他们真的不懂吗？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应许，是弥赛亚。其实他们一定懂的，因为这个就是在先知书里面的预言，是他们会对上帝的预言啦、先知书啦，或是上帝的应许，他们应该是最懂的一群人。可是却因为他们的心里刚硬。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事实。耶稣基督也是很顽皮的，就回答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啊。”那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，他预言以色列人从被掳的状况必要归回，再度进入应许之地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必须要被改变。他们心中的偶像必须要被除掉，然后领受上帝所赐给他们新的心、新的灵。他们的偶像当然是指的他们所得罪上帝的事啊，他们拜偶像的事情啊，外邦的神明啊，也因此他们对上帝失去了服从的心，远离了上帝，然后他们就被掳了，对不对？就哀哭啊，要归回呢，没有问题。当然就是上帝说你们要改变啊，他们要改变那个得罪上帝的行为跟生命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领受上帝所赐的新的心、新的灵，心不要再刚硬，如同石头一样，必须要柔软，让上帝来改变。好了，我们回到马可的背景里面讲的法利赛人，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，表示他们不接受上帝的旨意跟安排。那在这里，牧师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了哈。以马可福音的背景来讲，法利赛人的偶像是谁？或是说，在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，有谁有哪一件事情在他们心目中是高过上帝的，那个就是他们的偶像了。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心里够柔软呢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、什么样的人物、什么样的东西、物品，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是高过上帝、高过基督的呢？是不是要让我们学习，让上帝的灵来更换我们的心，有新的心，有新的灵在我们里面，
使我们不再心里刚硬，像石头一样。愿主来帮助我们。